別府地獄巡禮，地獄之門嘅詛咒之地，九州溫泉奇觀之旅。別府位於日本九州大分縣，係全球知名嘅溫泉王國。呢度有超過2000個溫泉源頭，每日泉水湧出量高達13萬公噸，泉水同源泉數量都係日本第一。別府溫泉嘅歷史悠久，可以追溯到1300年之前，因為鶴見岳火山活動影響，形成咗好多唔同泉質。呢啲地熱奇景唔單止吸引咗好多人嚟浸溫泉養生，仲孕育咗好多特色景點。詛咒之地，別府地獄巡禮係別府最具代表性嘅觀光路線，集合咗7個溫泉地獄，水溫高達98度以上，只供觀賞而唔可以浸泡。呢啲地獄因為劇烈沸騰、蒸汽噴發、顏色詭異、濃烈硫磺臭味而命名，古時仲被視為詛咒之地。傳說入面仲有記載真實嘅詛咒事件，好似有獵人因為追鹿而失足跌入血池地獄，被熱泥吞噬咗，就被傳為俾地獄拖走。有農民吸入高濃度硫化氫暈低，醒返之後癲咗，村民就覺得佢係魂魄被奪走。鶴見岳噴發嗰陣，村民就覺得係地獄之門打開，要搞驅邪儀式將佢關閉。呢啲悲劇口耳相傳，變成咗靠近地獄必有報應嘅禁忌。後來西方地質學傳入，日本學者研究火山地熱，證實地獄只係天然現象。而家地獄已經變成國家級名勝，展現大自然嘅鬼斧神工。7大溫泉地獄，血池地獄，日本最古老嘅天然地獄，有超過1300年歷史。池水因為氧化鐵同鎂，變成鮮紅色，熱泥將沸騰翻滾，宛如地獄烈焰，深度達30米，水溫78度，登上觀景台可以一覽全貌。園內有足浴區，仲有特產血池軟膏，據說話可以治療皮膚病。龍捲地獄係罕見嘅間歇泉，每30至40分鐘噴發一次，熱水柱高30米，溫度105度，遊客可以在圍欄保護下以近距離觀賞。噴發前可以先參觀鄰近嘅血池地獄，節省時間。海地獄因為硫酸鐵泉質所形成嘅夢幻般藍色池水而聞名，深200米，水溫高達98度，周遭熱霧圍繞，好似藍色天堂而並非地獄。園區內有日式庭園，4季景色多變，仲可以食到溫泉蛋同地獄蒸布丁。鬼石坊主地獄，灰色泥漿冒泡，好似禿頭和尚。灶地獄有飲用泉水同蒸汽煮食體驗。鬼山地獄養咗過百條鱷魚，仲有餵食表演。白池地獄與白色池水配熱帶魚缸，環境寧靜優雅。旅遊小貼士：7個地獄溫泉全部睇晒，大約要2至3個鐘。記得着舒服嘅鞋，仲可以配埋周邊嘅地獄精美食，盡情享受溫泉王國嘅盛宴。